挑战台南第六选区立委的参选人陈永和，14号伫查某囝竞赛以及70位支持者陪同，上午8点半对龙江好行山公园起行，一路行往关庙、桂林、林德，最后来到东区东联公园，总共16公里。沿途有不少支持者停下脚步来为伊加油打气。陈永和表示，伊选择用一步一脚印，就是要诉求超越能力，不爱政治恶斗，并且相信有一群人的坚持陪伴，会让看见台南有无同款的未来。当伊行到终点，支持者发勇卡英雄场面热烈。阮今仔日当着安尼行，阮要希望内政会当阁愈透明。内政会当阁愈改革愈好，阮无希望政党的内斗，所以阮要超越能力，阮要行出阮一个月新的清流。阮无爱讲吼，为着人来讲啥，阮就听啥，无爱。我希望阮今仔日来行这段16公里的路程，希望台南人有看，唔通搁再互人笑咱讲，四乖搁送一个出来嘛会调，这边要互因大家讲。阮要送一个清流出来，对不对？陈永和坦承，选立委这条路无好行，不过伊对里长跳街选市长却摕下将近12万票，互有真大的鼓舞。所以为了台南改变，为正义，为超越能力，伊会坚持到底。嘛，互对于30党的员工甲认同伊的支持者，拢站出来相挺。陈永和这个行动是行出伊的坚持啦，甲伊的理念啦。哟，这陈永和个性啦，为着对迄个台湾，为着迄个伊行出伊的迄个理念甲坚持安尼尔。那他一路走来啊，就是为了这块土地，然后坚持他的理念，坚持他的行动。那希望大家一起支持陈永和，互你永远拢会好。改变才能进步，支持陈永和，坚持正义原则，支持陈永和。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。